伫台湾嘅天时，大体来讲，半夜半过后，渐渐的主外转发，年下的丧事又系风又系雨。毋过，伫个样时有一只东西，伊外夜光大称超等鬼群的，伫河坝、伫准桥、伫天桥嘅水桥度方出现。有个徛等两支毛茸茸嘅太钳的，有个坐等碰先生看等态度时手等出来，伊条嘅名诶，主按到摸海。回想起世事冬至前后，系讲昂布头落太雨，天阴雨大作，阿爸主外坐等水嘅，看等结龙诶。血统诶，总等出，差唔多伊主边诶，阿爸作为笑嘻嘻诶转木卡，书方看等鬼血统，王公公奶滚滚，又绿绿同金不破嘅怪东西，俩怪东西就是我第一摆看到摸海嘅印象。阿爸讲。两天嘅摸海到冬至嘅时节，讲嘅为太多比南面人嘅巴掌嘛还较大，嘛嘅差唔多从西门人嘅数巴掌按大。俩样时嘛嘅摸海都市方就会有黏黏嘅来，俩海歌就是本人千难忘嘅美事。我小学5年生嘅年冬至，大早就开始落太雨，天时十分强冷，系一个大叫就唔出门嘅日咧。我爸嘅头路系做奶水，咪系看天食饭嘅头路。唔过阿爸嘅面孔带点笑容，样板冇安呢，真呱呱嘅惊讶。念时就想到，阿爸一定系爱去捉摸海咧。我急急听等阿爸嘅400米，再惊恨。阿爸，我没爱去啦，都我叫我去捉摸海。今日阿爸奈我唔好，就向我杀去捉水嘅。水小童再慢地位出门，见到摸海就会本记。下晝數到河壩度咧，我兩隻也看等三隻大石桶，一隻望到以來嘅雞籠誒，來到離河壩還有200米嘅準橋順。就啲倆時，我看到溫溫嘅準橋水地度有當到摸海本水大燈下，阿爸講。我先下去同石鼓結起來擋水，摸海真唔愛，一下就下槍槍，急急吞數，留雞籠嘅兜起來，頭前嘅身油門嘅唔是兜，正好就同我講，我先講到當婦兒，捉摸海愛兜雞籠嘅做乜嘅？唔過阿爸按呢吩咐，絕對。有假嘅用意，莫祈求當水嘅石礫結好，倆石礫地動流空，阿爸老愛釣好嘅雞籠嘅一切，神奇嘅事情出現咧，一隻隻摸海本水大燈下，啲穿過雞籠嘅時，主本籠嘅一支支嘅鐵管嘅。擋下來，阿爸當殺手，一隻隻壓出來，得本來表熱血統。阿爸小等講，今日摸海特別多，好得禮拜又帶唔來聽書，當家就做得足能上隻血統，仲能就來轉咧，春嘅摸海就表佢出海去上來。
毋好老记着作枪枪，希望下一摆主某海做得足嘞。年思年，日见日，一日莫挨40太人嘞。冬至又会到嘞，今年嘅冬至会冷漠，会落雨么？因正水温嘅改变，老环境嘅污染，现下苗栗嘅河坝、老准桥已经看唔到冇海嘞。掠下阿爸嘅背骨嘞，面酒嘞，头那冇拍嘞。阿爸，你还记得么？记得恩亮啥？独等伊啲冬至捉冇海嘅日嘞么？